毕竟没参我老表这个队了呀，这个我娘所学的，现在想的呀，周杰伦的写说好的幸福呢，写不的批评，连个身上有学。喂，俺老表啥病？也没养了是，是那个你找谁的？娘，喝点。周杰伦写啥？说好的幸福呢？强爸，他特地再吞下，俺自己拿那昂汤不吃下。你那连包不嘛接不起，等到没推荐也多也再接下，他突然一再来着了，前三节没推荐手接不下，给俺给哪里节约，好送啊？需要什么东西好送啊？爱情面临选择，你冷了，倦了，我哭了，你开始的不快乐，你用卡片手写着，有些爱只给到这，真的懂了。怎么了？你累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？我懂了，不说了，爱淡了，梦远了，开心与不开心一一细数着，你在不舍，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，我都还记得。你不等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？我错了，泪干了，放手了，后悔了，只是回忆的音乐和海旋转着，要怎么？兄弟谁有说？第二年出来。让一杯，啊，让一杯楼啊，最后一年让一杯啊，出来，让一杯。现在突然你在两万打好送哎。对了，有点安逸。但就是是的，但是现在俺这男子当前这么全有在好送哎，俺现在弄的这么这，在现在弄的这么。但是，你们现在这当中现在是有的啊！但是二波车出去了好什么啊？但是，大女，大对，大听到就是给女，大对。怎么了？你累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？我懂了，不说了，爱淡了，梦远了，开心与不开心一起数着，你在不舍那些爱过的。对了呀。在茶位间，我让我猜想，今天过了，我让孙子有个老亲的留下，今天过了，我让他到这下。怎么了？你累了？说好的幸福呢？我懂了。该我咋去？小弟不用的小弟写中的，那你对这个干吧？来来，你给自家那么。怎么了？你累了？说好的幸福呢？我懂了，不说了。